天父，我選擇饒恕所有曾經傷害過我的人。主啊，我請求你赦免我曾經傷害過的每一個人。求你赦免我所有的罪孽，我為我一切的驕傲悔改，我不願奉與驕傲有任何關係。主啊，我求你賜下你的生命卑下，耶穌的名號，阿門。現在我要祈禱，我奉耶穌的名誓，一切與利未坦有關的邪靈都要利未坦立即去無底坑，一切利未坦造成的傷害必須立即醫治。我對你的脊柱說話，命令從頸椎脊柱到下腰椎的每一塊椎間盤都位置排列均勻，找到龜骨歸位，雙腿等長，雙臂等長。我知道你再也不會有頭痛了，你夜裏能安然入睡，從病主得夢，且由幻想給予夢的解讀。我斷定你的思想不再混亂，聽到的話語準確記住，所有的事情和事件按順序記清楚，奉耶穌的名。我斷定當你讀聖經、基督教書籍或暗示信息時，不會再打瞌睡，而能清醒保持，把一切牢記於心。我決定驕傲離開你，謙卑你進入裡面，奉耶穌的名，阿門。如果你在與他人的衝突、矛盾、紛爭中，向別人講述那些故事時扭曲了的事實，遺漏了關鍵細節，添加了敏感的內容，或者刻意隱瞞自己不當的行為，那你就在與聖經中極強的權勢利未坦那狡猾扭曲的蛇同流合污。現在就認罪悔改，不再參與謊言和扭曲的信息。請這樣禱告：主耶穌，我請求你赦免我在故事時扭曲的事實，願我閉口不言，不向別人訴說發生的事情，除非是對輔導員或結局領袖。我放棄絕並悔改一切謊言、扭曲與想像信息，中斷與利未坦不神聖的同盟，因為我的驕傲讓我隱瞞真相，只為自己美麗。我現在放棄絕悔改這一切，奉耶穌的名。而我命令我的記憶只存留真實，我也只說真實的話，奉耶穌的名，阿門。